近日有港妻喺社交平台開帖連載控訴，揭發丈夫不為人知嘅一面。佢因為出完差，提早咗返屋企，想俾子女一個驚喜，竟撞破丈夫帶其他女人返屋企親熱。子女嗰陣時仲瞓緊覺，毫不知情。樓主係貼文裏寫住，自己因出差提早結束，決定早啲返去見啲仔女，路上都滿心期待。真係想唔到，一打開門就聽到客廳有異樣聲音，走去一睇，竟親眼睇到丈夫同另一個女人親熱緊，瞬間心都寒晒。當場被撞破後，丈夫瞬間慌亂失措，沒有半分辯解，急急忙忙將個女人送走。樓主坦言，被最信任嘅人出賣，已經足夠心寒。更想唔到嘅係，丈夫竟反咬我，話我對佢唔好，拒絕同佢啲親密行為，才逼我去揾女人。呢個情景更令我難以接受。原本當晚佢嘅慌亂，原來全都係假嘅。佢唔止冇半分悔意，反而早就暗中籌謀，趁我係悲傷崩潰嗰時，早已暗中聘請律師，搶先入紙法庭申請離婚，更羅列10宗罪抹黑我，甚至逼我簽署文件，放棄所有權益。呢個突如其來嘅反殺，令我措手不及。我有10宗罪？邊10宗啊？